Hello，大家好，我係 Lobo，今集主要同大家介紹翻 Ultimatic。3, 2, 1。好啦，鏡頭面前有一部 A78，咁未講車之前呢，不如我講下佢嘅叫法先。呢部車呢，大部分嘅香港人呢都會叫鵝仔，如果行皮帶嘅呢，就會叫佢做鵝妹。但係咧，我知有某一啲就唔係好中意咁樣稱呼呢一個牌子嘅，咁我都係喺呢一集入邊稱呼翻佢做阿嬸啦，因為佢係歐嬸，咁就免得啲人唔中意呢一個叫法。咁呢一部咧就係早期我諗都有10幾年前嘅行俗嘅歐嬸 A78。咁佢有好多好特別嘅設計，係當年係好劃時代。總之我之前砌呢部車呢，我係花咗成個禮拜去睇佢說明書，然之後覺得好神奇嘅，因為佢有啲慢向節啊，或者有啲部件啊係望落去個結構好似好弱雞咁，例如啲慢向節啦呢啲部分啦，跟住行啤領嘅接頭啦，即係喺個狗骨杯度係行啤領嘅，我哋唔同我哋一般行嗰個馬蹄膠嘅，當年仲係好興行馬蹄膠嘅。歐嬸咧就帶領咗好多時代劃時代嘅設計，現在咧好多嘅車嘅設計個大部分嘅大廊咧都係朝住呢一個品牌走。所以喺香港人嚟講咧，好多人都認為佢係一個神車。咁佢的確係好神嘅，好多設計都好特別，同埋喺當年嚟講好先進。其實現在都好先進，只不過咧係好多車廠參考咗佢嘅設計之後咧，就繼續去研發去發揚光大佢嘅設計。所以現在好多車咧，其實嘅原型車都係跟歐嬸嘅車一模一樣，喺佢嗰個概念度變化出嚟嘅。好啦，不如我喺未講解 A78有幾勁之前，先講一講軸驅嘅好處。點解有軸驅車嘅存在？首先，軸驅車梗係最好、最優勢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驅動比較暢順，唔會好似皮帶咁嗰個拖力太大。如果行一啲 stock，行啲同速度嘅摩打咧，佢嘅效率係會比較高嘅，動力係比較直接，所以喺動力方面咧，佢有一定嘅優勢。但係點解時至今日，除咗好多玩樂車，譬如 TT02啊嗰一類比較入門車會行呢一款嘅驅動之外，點解好似一啲競賽車都係行咗皮帶嘅咧？主要嘅原因係行軸嘅車咧，嗰個維修會比較容易，行細動力咧會比較效率高。相比之下，皮帶車咧會喺個速度方面咧行軸嘅係會比較快嘅，會比較有效率、慳電同埋易維修嘅。但係如果行皮帶咧，因為佢嗰個驅動方法唔同，去行一啲快速嘅摩打或者係喺性能上咧，佢就會比較有優勢，因為彎會快啲。點解彎會快啲咧？因為皮帶車個結構咧，個車架扭動咧係會比較軟身一啲嘅，所以架車會比較轉彎一啲。行到好似就算係A78咁咧，佢雖然個頭波箱咧都可以扭動，架車架都可以扭動，但係行軸車咧，基本上嗰個車架咧不可以太冧啊，所以咧就會影響咗佢喺轉彎嘅性能。而且你太大動力嘅時候咧，行直軸咧會比較容易撞爛啲嘢，因為佢所有嘅嘢太直接，所有嘅動力會落咗轆。當你一撞車啊或者有碰撞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令到嗰啲
驅動部件頂唔順啦，又或者係啲齒輪會掃。呢一架 A78 咧已經非常之好㗎啦，佢係用金屬齒輪，而且係非常輕、非常暢順嘅。已經係一個最高級嘅級別嘅俗車產品，所以佢其實係能夠承受到4.5 turn modify。其實喺操控上、喺個速度上、喺個耐用性上係冇問題嘅。但係始終你碰撞嘅時候會突然間棘住個轆，個 power 太直接嘅時候咧，會比較容易掃個大減齒啦，或者係造成一啲驅動上嘅損毀或者搖臂上嘅損毀，因為佢冇嘢射嗰啲速度啊，即係可能有陣時你撞車仲喺度踩緊油，俾緊 power， 俾緊動力佢，咁佢就會容易扯爛啲嘢。皮帶車咧有陣時仲有機會喺個皮帶啊，或者喺嗰啲齒輪度跳一跳啊，咁可能會射緊啲力，甚至無有陣時成條皮帶跳咗出嚟咧，就會有機會碰撞之後冇咁多嘢爛嘅。同埋最主要都係車架個扭動嘅問題，會令到俗車咧其實冇咁轉彎嘅。你可以整到佢好穩定個車尾，但係個轉速喺啲彎度咧係有啲蝕底嘅。咁呢個就係現在點解快車會淘汰咗俗車嘅原因啦。哇！頭先略略都介紹一下呢一架神車有幾神啦，就係佢有一個浮動嘅前波箱啦。咁好啦，我先講一講嗰個驅動部分先。其實個驅動非常之簡單嘅啫。首先就係呢個位置裝個摩打落去啦，然之後推動到一隻大減齒，隻大減齒就經過個散齒就落條差速度，車頭咧就行直軸嘅。咁另外有一支中軸喺中間轉動嘅，咁所以成個驅動系統咧就好簡單啦。跟住再經過啲慢向節就落到轆噶啦。呢度六角就裝車轆嘅地方，咁裝咗車轆咧，就一摩打一轉動嘅時候咧，佢就會行噶啦。咁非常之暢順嘅。如果行一架俗車，就算我冇乜打理佢啊，冇乜保養佢啊，咁輕輕喐下去咧就好轉噶啦。咁呢一個咧就會令到你個摩打好有效率咧，因為阻力好低啊嘛，咁極速又會快啦。咁最神奇嘅地方咧，除咗喺嗰個扭動波箱之外咧，佢仲係行緊一啲好靚嘅金屬齒，所以咧依家如果有人放一架全新嘅 A78 出嚟咧，我係覺得如果我冇呢一部車咧，我係會買翻一部攞嚟擺嘅，因為佢嘅機械感咧係非常之強，好強嘅機械感。架車做工咧非常之靚，你淨係見呢啲咁嘅齒輪咧，就已經值回票價。偷到好輕，但係仍然係用金屬嘅。咁佢嗰個，所以佢嗰個能夠承受嘅 power 咧係相當高嘅。我都玩咗一大輪㗎啦，呢架車仍然係非常之暢順，唔需要驚打石仔入去棘到啊、棘爛啲嘢啊咁諸如此類，都係非常之耐用。咁我初見佢嘅慢向節咧，喺10幾20年前嚟講咧係非常之奀挑鬼命嘅，但係咧喺使用之後咧，你係完全唔覺得佢有問題嘅，都係非常之耐用嘅。我自己唔係機械佬，對機器嘅嘢或者結構嘅嘢咧都係一知半解，只係憑住經驗咧玩比較多車，玩得比較耐咧，所以即係有少少嘅常識，但係我絕對唔係呢一方面嘅專家，所以見到呢啲零件咧，我覺得架車咧會唔會一踩油自己解體㗎？你睇下啲慢向節右到入邊咧，呢度後車尾嘅咧，只係好似攞住兩條彈弓夾埋咁嘅，即係你感覺上見到佢咧係咪會一踩油自己解體爆開咁樣嘅感覺？所以我一路都唔係好捨得玩，但係見人玩咧又好似冇乜事，咁所以咧就最後都係買咗一部，嗰陣時嘅車價都唔平，咁都係斥巨資
狠狠地去學下嘢，學下呢一部軸車究竟有幾神。行呢啲波頭轉向咧，亦嘅車亦都唔多，基本上唔係完全冇，唔係佢係第一部行呢一個方法嘅轉向啊、驅動啊咁，但係咧佢係將佢發揚光大。到今時今日嘅車咧，大部分行波頭嘅車咧，都好大程度上係因為佢嘅成功而好多人跟風去學習佢呢一個結構嘅轉向模式嘅。因為其實以前好多車咧行咗好耐嘅 C 座啊，C 座車都係固定咗佢嗰個轉向會比較好撞，比較耐用。而呢一款嘅設計咧，可能即係會比較碰撞嘅時候容易損毀，但係好處咧就係佢嘅調校嘅可以調校嘅嘢比較多。Camber 啊、Caster 啊，好輕易咁扭下拉杆咁就已經調校到啦。咁個鼓唔使多講啦，佢個避震係行一個咁嘅鼓嘅，亦都係好特別，唔係行油壓彈弓嘅。咁佢嘅好處咧就係有阻力之餘咧，就相當之低重心。佢呢個設計係非常之前衛，所以大家好多人喺初初都半信半疑，究竟呢一種嘅設計得唔得㗎？因為大家都唔係好認知，冇乜試過呢一啲咁嘅車係點樣可以好行嘅。除咗有好處低重心之外，究竟佢嘅性能係好多人都好懷疑嘅。但係經過一輪嘅比賽啊、驗證啊，睇下啲用家點樣用得 O 唔 OK 之後咧，最後都係證明呢一個整體性咧，除咗依家行軸嘅驅動係差唔多淘汰得七七八八，只有玩嘅用家比較慢嘅車會用翻呢一種驅動之外咧，就其他好多嘢都保留咗啊，例如啲搖臂啊、碳纖啊、碳纖臂咧，就係都係幾早佢使用嘅一個品牌嚟嘅。其實好多車都係參考佢依家將佢嗰啲嘢發揚光大嘅。咁所以你見啲依家好似現在啲車咁，但係呢架車其實已經10幾年㗎啦。咁另外有一個重點仲係點解軸車只可以行低動力嘅摩打嘅 power， 唔可以跑啲太快嘅摩打咧？例如啲好少見有13.5或以上 modify 嗰啲人會用呢一種軸車㗎，因為咧主要嘅原因係軸驅動嘅車咧，因為你有支中軸喺中間，佢需要轉動嘅。當你加速嘅時候咧，佢會擺埋一邊。佢會你就算唔落地，一踩油咧，架車都會有少少傾側嘅。你一踩油佢就會傾側噶啦，因為佢有條中軸橫向，所以咧就點樣都避免唔到架車嘅大細彎，即係鴛鴦彎啊！我冇記錯係應該右彎會轉過左彎。總之一邊彎咧就比較容易甩尾嘅，一邊彎咧就比較容易推頭嘅。呢個左右唔平衡咧，好影響到你揸車嗰陣時嗰個出彎感覺嘅，因為佢有陣時有一邊係會比較容易甩尾，會容易失速嘅。當你 power 越大咧，就會越明顯。咁所以咧，歐審咧就整咗一個會浮動嘅波箱，盡量減低嗱，唔可以完全冇。佢只係用呢一個方法去盡量減低呢一個軸驅動，令到佢嗰個鴛鴦彎嘅程度盡量減少，而唔係完全冇咗。皮帶車就冇呢一個問題啦。相對地咧，皮帶車你踩油嘅時候咧，佢會前後壓嘅。當你收油嘅時候咧，佢會自動向前；踩油嘅時候咧，佢會自動向後。所以咧，仲直頭係有助於呢一個加減速嘅時候，你需要減速嘅時候會轉向啦；加速嘅時候，你要個車尾更加個重量重心轉移去車尾，會令到架車更加食個尾胎，更加容易啲出彎個 power 食住個尾胎，冇咁容易空轉，同埋加速力強啲。所以咧，皮帶車係天生去跑一啲快啲嘅車嘅。
大動力嘅摩打嘅。咁所以現在大部分 modify 嘅比賽或者啲好快嘅 stock car 咧，都係會行皮帶車，就係咁解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就講下部皮帶嘅 A88R。